受疫情影响，南区国税局鼓励民众多多利用网络、手机加行动电话认证，伫厝地当完成报税。根据统计，今年南区总申报件数87万外，用网络加手机的件数加起来，就占98.97%的高比例，显示接受度逐档提高。高和地智障市工会全国联合会、会计师工会南区办公室以及媒体朋友的见证，正式用电脑随机公开抽奖，上大奖就是手机报税头奖1名5万块。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！哇，我们恭喜这位，真的是非常的幸运，是我们的张先生，他可以获得我们的手机报税加码奖的商品券5万元哦，恭喜他！只要你的户籍是设在南区国税局的辖区，而且你是自行使用这个手机或者是网络来申报，或者是税额试算确认回复的，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。那今年的抽奖活动呢，总奖金高达74万，我们要抽出来的奖项有1278个奖项。尤其如果你是用手机报税抽奖参加抽奖的，只有1名哦，头奖可以得到5万块的奖金，非常的丰富。对，这是今年跟往年比较不同的地方。今年报税也当抽奖有14个奖项，总奖金高达74万外，有1278名幸运的纳税人会得奖。国税局提醒得奖者有商品礼券加电子礼券2奖，会分别用寄批加简讯来通知。得奖人才去指定的所在兑换，爱记的领过期的期款。今日新闻，阮是何秋芳采访报道。